72岁香港保安月入12000元，可生活却依旧过得穷困潦倒，只因物价上涨没钱吃饭。因為在香港，一份簡單的炒河粉就需要64元。餐飲餐食，餐餐蒸咁嘅意思啊！搵得嚟食，好似個個月都洗突咁。今年72歲的陳伯，目前住在一個大約100尺的劏房裡。雖然每月有着12000元的薪資，但房租加水電費都花費了4000元。由於身體有些毛病，偶爾看醫生又會花費幾百元。而家你唔係12碼咧，就冇咁高人工。如果你話講8個鐘1萬蚊都唔夠咧，得個8000零蚊。以至於每天上班，他也只敢乘坐公交車。畢竟擁有老年卡的他只需要2塊錢。顯然除了車費能省之外，吃飯可就省不了了。飯店裡最便宜的一份早餐就是42元。要知道42元在內地吃早餐的話，可謂是滿漢全席了。經計算，目前陳伯1個小時的薪資是39元，但一頓簡單的飯就佔了1個半小時的工資，稍微加一杯咖啡，那麼就相當於2個小時薪資了。如果你長期食一餐就要2個鐘，你一日食3餐就要6個鐘。